各位觀眾，喺今年年頭，即係2025年嘅1月22號啦，我就出咗條片，個題目就係2025仲猶豫緊係咪移民英國，10件事大家一定要知。其實條片我就係就住當時嘅局勢羅列咗一啲利害關係，話俾大家知點解有心移民嚟英國嘅朋友呢係時候要行動啦。條片呢就係4個半月之前出嘅，好不幸地有幾方面呢已經俾我講中咗啦。依家香港嘅局勢已經急轉直下添啊，衰敗嘅速度比我當時所預計嘅仲要快好多啊！呢條片呢，我就會解讀一下2025年6月嘅最新情況，仲猶豫緊係咪移民英國嘅朋友，聽完我講就應該可以作到一個決定噶啦。跟住落嚟呢，我有3點想講嘅。首先第一點啦，喺上條片我曾經講過，英國政府會為咗幾億英鎊嘅利益而放棄若干嘅原則，將來佢哋又會唔會為咗某啲利益而令到 BNO Visa 呢個政策落閘呢？喺幾個星期之前啦，英國執政黨工黨呢就出咗個關於收緊移民政策嘅白皮書，佢哋呢旨在要拎翻邊境控制權喺手 ，propose 移民英國嘅人呢就要由5+1改為10+1先至可以入籍啊。雖然暫時相關嘅法例同埋政策呢都尚未出台啦，有好多香港 BNO Visa 移民人士都出咗 email 俾一啲國會議員，表達我哋對呢件事嘅關注，亦開始有啲 MP 呢就會就住呢件事向政府官員質問，並且得到官員嘅回覆啦。詳情呢，大家可以睇翻胡思頻道呢條片啦。官員嘅回覆言辭呢都似乎係比較含糊嘅。BNO Visa 會唔會變為10+1呢？仍然係充滿不確定性。工黨無啦啦整個白皮書出嚟，社會普遍呢都解讀為佢哋因為喺選舉嗰度失利啊，補選呢有3成幾嘅議席呢落咗喺反移民嘅政黨 Reform UK 手上，工黨呢就為咗取悅翻票投 Reform UK 嘅選民啦，希望保得住佢哋幾年後嘅大選，到時可以繼續執政，於是呢就出咗呢個白皮書啦。咁樣咪正正係我之前嗰條片所講過嘅，政府會為咗若干利益，今次利益呢就係為咗選票啦，就可能會向 BNO Visa 開刀咯。我個人認為呢10+1最終未必會 apply 喺已經移民過咗嚟英國嘅人身上嘅，因為我哋相比起其他嘅移民簽證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，就係我哋係有投票權啊。相信工黨呢都希望保住我哋呢個群體嘅選票嘅，最終呢會唔會為咗取悅我哋而唔將10+1 apply 響已經移英嘅 BNO Visa 人士身上呢？好大程度呢就係睇工黨政府點樣權衡，佢哋點樣可以取悅翻票投 Reform UK 嘅選民，同時又唔得失 BNO Visa 移英人士，令到工黨得到最多嘅選票。我估計呢，由於選票嘅關係呢，工黨呢未必會搞已經移咗民定居英國嘅 BNO Visa 人士。就算要收緊 BNO Visa 呢個政策呢，要搞都可能只係會搞往後嘅申請者嘅啫，有可能呢將以後嘅申請變為10+1啦，又或者對以後嘅申請者嘅財務啊、學歷同埋英文能力要求呢大幅提升。如果件事真係咁樣發展落去嘅話呢，呢幾個月就會變得好關鍵啊，即係大家需要盡快移民過嚟啦。上述所講嘅情況呢，都係小弟嘅個人推測啦，大家要做任何決定呢，都要諗清楚先行事啦。第二樣嘢我想講呢，就係我喺上條片呢曾經講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之後呢，可能會出啲大招，影響到香港嘅經濟環境嘅。不幸地呢件事呢又俾我講中咗啦。大陸而家啲貨呢係唔會出口去美國啦，因為勁高關稅，好多外銷唔到去美國嘅貨呢都要揾地方散貨喎。大家平時咪見到越嚟越多專賣淘寶貨嘅店鋪嘅，呢啲鋪咪正正影響緊香港嘅經濟環境咯。大陸廠家外銷唔到去美國嘅貨，其中一個方法呢就係運過嚟香港賣啦。當然香港市場對佢哋嚟講呢，只係九牛一毛啦，但客觀事實就係佢哋真係喺香港傾銷緊淘寶貨喎。全港做零售嘅小商戶就真係多得佢哋唔少啦，點夠呢啲淘寶貨專門店鬥啊？冇講話小商戶啊，就連日本城呢啲大型連鎖家品店都好難生存啊。以前淘寶專賣店未殺入香港嗰陣呢，香港嘅零售店鋪呢都尚且做得住喎。事關上網淘寶同實際喺鋪頭 shopping 呢，始終係兩回事喎。總有唔少人 prefer 喺實體店鋪買嘢喎，因為可以親身睇到同摸到啲貨，睇到啱先買，貴少少都冇所謂啦。但係而家呢，連淘寶貨都可以有實體店俾你去睇啱先買，而價錢上同上網買係一樣咁平喎，真係頂爛事嘅。其他零售小店呢，就真係冇得玩啦，本地嘅零售業呢，就因此收皮啦。依家呢，其實唔單止零售呢一塊唔掂，大家見到飲食業又係收緊皮，娛樂事業即係好似戲院嗰啲咁呢，都係收緊皮，各行各業通通都冇得幸免。喺上一條片我咪問過大家，如果喺香港經濟出現問題嘅時候，大家仲有冇信心保得住份工嘅？仲供唔供得起層樓呢？而家行行都開始出事，樓價又繼續穩步下調，供緊樓嘅朋友呢，分分鐘都會變負資產。大家利是講句，如果冇咗份工嘅話，真係破產不是夢啊！
第三樣嘢想講呢，就係聯繫匯率啦。上條片呢，我曾經講到聯繫匯率脫歐呢件事呢，就寧可信其有嘅。4個半月之後嘅今日，脫歐嘅呼聲呢，就似乎又再提高咗啦。而家美國息率仍然高企啦，因為聯匯嘅關係，香港呢就要焗跟嘅。記住一樣嘢，如果香港息口唔跟美國，有息差之下呢，大戶就可以做一啲息差嘅套戥活動啦，當香港係提款機咁。嗱，而家美國息口仍然高企，香港基本上就焗跟嘅。對於香港嘅營商環境同埋樓市呢，都非常之不利嘅。如果要穩定翻個經濟，令企業融資又容易翻少少，兼且加強大家對買樓入市嘅信心呢，其中一樣可以做嘅嘢就係聯匯脫歐，然後大幅減息。最終會唔會行到呢一步呢？我睇喺2025年6月嘅今日，香港嘅經濟環境同樓市同樣地係咁差嘅誘因之下，聯匯脫歐嘅機會呢又高咗好多啦。正如我之前嗰條片都講過啦，脫歐之後嘅客觀效果就係港元可能大幅貶值。如果大家乜都唔做嘅話，就會眼白白咁睇住自己辛辛苦苦累積翻嚟嘅財富冇咗一大截噶啦。好啦，最尾嚟個總結啦。如果大家本身都有意願想移民英國，不過仲係猶豫緊嘅話，以上我所提及嘅3件事呢，都好值得大家再認真咁諗一諗嘅。嚟緊 BNO Visa 嘅政策呢，可能收緊，甚至係落閘啦。與此同時，香港嘅經濟就全方位衰敗中，各行各業就無一幸免。大家可能要面對失業嘅難關，再加上聯繫匯率可能又脫歐，港紙呢又可能會大幅貶值。呢幾樣嘢夾擊之下呢，我認為有財力喺英國夫批一間屋嘅朋友呢，移民過嚟英國呢係一個可以有效避險嘅選項咯。計住屋啊，香港有層樓揸手嘅朋友呢，就要面對樓價不斷下滑嘅問題。我當你可能辛辛苦苦放咗一間屋嘅首期加供款，可能都有100-200萬，甚至更多啦。只要個樓市跌多3幾年，你嘅血汗錢呢就可能會化為烏有，兼且呢你就可能會淪為負資產添。計工作呢，都係嗰句，當各行各業全方位撲街嘅時候呢，真係無一幸免嘅。失業潮大規模爆發，好大機會都會影響埋你㗎。既然係咁，倒不如趁你層自住樓樓價未跌到貼地，而家買咗佢都仲有多少錢落袋嘅話呢，就不如止蝕離場，重新開始好過啦。拎翻買樓嘅錢，加埋你嘅積蓄，如果計掂條數，啲錢呢夠你一家人喺英國夫批一層自住樓，兼且有多一筆錢可以令到你3-2年喺英國唔做嘢都頂到嘅話呢，老友唔使諗啦。移民英國呢，一定比你繼續 stay 喺香港好好多，至少唔使眼白白咁睇住層樓跌價跌到負資產先啦，又唔使驚唔知幾時俾人裁員。趁 BNO Visa 呢個移民途徑仲健在嘅時候，移民英國重新嚟過仲好啦。記住一句，人係求生唔係求死嘅，要把握機會，趁仲有餘地自己可以作出自己嘅選擇嘅時候，揀一條冇咁差嘅路啊！無可否認，嚟到英國揾工適應生活呢，一啲都唔容易嘅。不過如果你夫批到一層英國自住樓嘅話，你喺英國往後嘅幾年呢，就一定比喺香港容易行好多。嗱，我要講嘅嘢呢，就係咁多啦。無論大家最後決定移唔移民過嚟英國都好，我都祝願各位生活愉快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呢，麻煩幫手訂閱呢個頻道啦。可以嘅話呢，就俾個 like 條片，兼且 share 埋條片俾朋友睇呢，就最好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